經過9個月嘅漫長等待，太空人終於離開咗啦。呢兩位太空人嘅經歷，絕對係可以寫入史冊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原定只係停留8日嘅太空任務，竟然因為太空船 Starliner 出現氦氣洩漏同推進器異常，搞到兩位 NASA 太空人威爾莫同威廉斯喺國際太空站足足滯留咗9個月。佢哋喺舊年6月出發，原本諗住好快返屋企，點知一波三折，最後要等到今年先至搭 SpaceX 嘅成龍號返地球，喺美國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海岸附近嘅水域降落。但係喺太空留咁耐，對身體嘅影響真係唔可以睇小。NASA 將呢啲風險歸納為5大因素，即係太空輻射、長時間隔離、同地球嘅遙遠距離、重力影響同埋惡劣環境。喺微重力環境下，骨質同肌肉會流失得好快，每個月流失1%到1.5%嘅骨質密度。9個月落嚟，骨骼強度可能跌咗超過10%，好易骨折，情況就好似骨質疏鬆症咁。肌肉方面，特別係腿、背脊同核心肌群，都會因為冇乜點用而萎縮。就算 NASA 要求太空人每日做2個半鐘頭運動，都唔可以完全抵消呢個影響。返到地球之後，要做好耐物理治療先可以重新行路同企起身。仲有血液循環同心血管問題，微重力會令血液湧上頭同上半身，搞到塊面腫起嚟，但係對腳就變得好幼。有啲太空人仲會出現視力模糊、眼球變形，甚至可能對視力造成永久損害。心臟因為唔使咁用力泵血，都會變弱。返到地球後可能出現血壓波動、頭暈。腸胃道都唔例外，冇咗重力，消化都會受影響。有啲太空人會胃灼熱或者肚脹。泡泡喺度諗，呢9個月嘅太空生活，除咗身體上嘅影響，心理上嘅影響都唔可以忽視。同外界隔絕，冇乜私人空間，長期同同事困喺一個細嘅地方，諗起都覺得辛苦。泡泡認為太空人為咗科學探索付出咗好多，佢哋嘅勇氣同犧牲精神，絕對值得我哋致敬。唔知各位觀眾又點睇呢？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